天上午，第5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在银川隆重启幕。如果你觉得山下酒庄太远，不妨选择位于金凤区的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博物馆来打卡。这个外形酷似大型橡木桶的博物馆，不仅是宁夏从南到北各大酒庄葡萄酒的展示窗口，也用一件件器皿为你展示世界葡萄酒的起源和中国葡萄酒的故事。趁着4天博览会，快和我一起探秘贺兰山东路的紫色秘密吧！